各位重视健康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在这个俚语大家相聚。今天我们要放下手边繁忙的事物，静下心来，深入探讨一个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层，且特别令人感到折磨的健康大难题——失眠。我相信在座的许多朋友，或许正因为这个问题而感到身心俱疲。每当夜幕低降，城市的喧嚣逐渐褪去，晚籁聚集之时，对于许多人来说，痛苦的煎熬才正要开始。明明经过了一整天的劳累，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呐喊着疲惫，四肢沉重，得庞福灌了铅。但只要一躺到那张熟悉的床上，大脑却像是不听使唤地，按下了强制重启键。思绪如同脱缰的野马，白天的琐事、工作的压力、对未来的担忧，甚至是一些陈年旧账，都开始在脑海中轮番上演。越是强迫自己放松，意识反而越发清晰锐利。有人尝试过数羊，从一只数到几百只，甚至数到几千只，数到心烦意乱。有人睁着双眼，死盯着天花板，看着窗外的路，灯光影在墙上缓慢移动，眼睛瞪得前色酸痛，却丝毫没有半点困意造访。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3、4点，在极度的困倦中迷迷糊糊地浅睡过去。但窗外一声清脆的鸟叫，家里人翻身的一点声响，甚至只是一个短暂且莫名的梦境，都能让人瞬间惊醒，心跳加速。而最让人感到无奈与绝望的是，一旦在这个时间点醒来，想要再次入睡，简直就像是要徒手翻越一座险峻的高山一样困难，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窗连缝隙透出晨光，无奈地等到天亮。到了第二天，整个人的状态可想而知有多么糟糕，头脑昏昏沉沉，仿佛裹了一层厚厚的湿棉花，思考片得迟钝，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工作效率直线下降，浑身软绵绵的没力气，原本爱做的家务料理、喜欢的公园散步都完全提不起兴致，脾气也变得格外急躁易怒，家人只是一句普通的关心，可能都会让你忍不住想要发火，事后又感到懊悔不已。如果这个情况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天天上演，长此以往，不仅情绪会越来越低落、焦虑，身体也会感觉被一点点掏空，免疫力大幅下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等各种小毛病也会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长久以来，我们普遍认为失眠的罪魁祸首无非是生活压力太大，年纪大了导致身体机能自然退化，或者是自己心思太细腻，总爱钻牛角尖。为了改善那一夜好眠，大家也是煞费苦心，尝试过各种民间偏方或科学建议，睡前喝杯温热的牛奶，听听舒缓的轻音乐，点上昂贵的香氛精油，严重的时候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安眠药。但经历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些方法大多只能缓解一时之急，一旦停药或者这些习惯稍微打断，失眠就像个甩不掉的幽灵一样，反复纠缠，根本达不到治本的效果。但今天我想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跟大家好好聊聊一个极容易被我们忽略却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您的失眠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想太多造成的，而是您的身体正在透过失眠这个信号，大声地提醒您吃错了，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您的身体长期缺乏了某些关键的助眠营养素。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在我们精密运作的身体里有几种看似微不足道，常常被忽视的营养素，其实是调节睡眠品质的幕后功臣，是我们神经系统的隐形指挥官。特别是某些特定的维生素，它们直接参与了神经系统的生化反应，帮助大脑合成睡眠荷尔蒙，放松紧绷的神经，
稳定起伏的情绪。一旦这些关键维生素严重缺乏，我们精密的自律神经系统就会失去平衡，要么变得异常兴奋无法刹车，要么出现功能失调。这正是导致我们在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安睡的深层生理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的失眠都100%源于维生素缺乏。我们都非常清楚，突发的重大精神压力、情绪忧郁低落、长期日夜颠倒的作息，这些绝对是引发失眠的常见因素。但对于我们中高龄的朋友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肠胃道的功能自然衰退，对营养的吸收能力大不如前。再加上许多朋友本身可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长期服药可能会影响某些营养素的代谢和利用，所以在这个阶段，由营养缺乏导致的失眠问题，真的需要我们投入200%的关注。在今天的深度分享中，我们将化繁为简，帮大家精准地揪出导致失眠的3大关键维生素，详细讲解它们为何对睡眠至关重要，它们在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以及在我们台湾的菜市场、超市里有哪些常见的食材富含这些珍贵的助眠营养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分享最简单、最符合台湾人饮食习惯的天然搭配方法，教大家如何透过1日3餐，把这些流失的睡眠宝贝补回来，从生理根源改善睡眠品质。那么，究竟是哪些维生素掌握着我们睡眠的钥匙呢？今天的主角就是维生素 B 群家族中3位堪称睡眠守护神的重要成员。首先登场的第一位是维生素 B3， 在医学上我们又称为烟碱素。您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的能量，调度源与神经系统的情绪稳定阀。或许不少朋友对烟碱素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陌生，甚至误以为它跟香烟有关，其实完全无关。它在人体新陈代谢与睡眠调节中扮演出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加工厂长。我们日常每一餐摄取的米饭、面食、肉类、油脂都必须经过它的转化与调度，才能变成身体活动。大脑思考所需的能量 ATP， 让我们在白天保持充沛的活力与清晰的思绪。更重要的是，烟碱素还是神经系统的贴心伙伴，它能帮助维持神经讯号传递的稳定性，避免我们的情绪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大起大落。试想一下，如果您的神经系统因为缺乏营养而总是处于紧绷、过度亢奋的状态，到了夜晚，大脑自然难以平静下来，想要顺利切换到睡眠模式，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身体长期缺乏维生素 B3， 一系列恼人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首先，身体会频繁地发出电力不足的疲劳讯号，明明没做什么重活，却觉得浑身乏力。其次，情绪会变得容易焦虑、烦躁不安，遇到小事就心慌，记忆力也会明显下降，丢三落四。反映在睡眠上，就是入睡时间变得非常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夜间还频繁做梦，梦境杂乱无章，醒来后感觉比没睡还累。更关键的是，烟碱素也参与了身体的造血环节，能促进铁质的吸收与利用。若缺乏它，可能会引发贫血，而贫血导致的脑部供氧不足，又会进一步加重疲劳感与心慌症状，形成睡眠差导致身体虚，身体虚又导致睡眠更差的恶性循环。想要补充烟碱素，其实并不难。在台湾的饮食环境中，我们有许多优质的选择，例如鲔鱼和鲑鱼这一类。深海鱼不仅富含优质油脂，更是烟碱素的宝库。
而在陆地食材中，鸡胸肉、猪肝、瘦牛肉都是极佳的来源。对于素食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花生、全麦制品、糙米以及香菇、酪梨中也都含有丰富的烟碱素。这里特别推荐大家可以适量食用花生，注意不要发霉的，或者在煮饭时加入一把糙米，这都是简单又有效的补充方式。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位重量级嘉宾——维生素 B6， 它是我们体内天然的睡眠助推器，也被许多营养专家称为情绪舒缓师。如果说维生素 B3 主要负责能量与情绪的基础调节，那么维生素 B6 则更专注于助眠讯号的生产与传递位。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在人体内参与了两种关：健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血清素与褪黑激素。这两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血清素常被称为快乐因子或幸福荷尔蒙，它能帮助我们舒缓紧张、焦虑的情绪，让心情保持愉悦、放松。白天，当我们体内血清素水平充足时，我们就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抗压性也会偏好。而到了夜晚，随着光线偏暗，大脑松果体会将血清素转化为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正是大脑向全身细胞发出天黑了，该休息了的总司令官。当我们身体里的维生素 B6 充足时，这个从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再转化为褪黑激素的生化流水线就能顺畅运作。我们到了晚上自然会产生浓浓的困意，眼皮沉重，轻松进入深度睡眠。但一旦缺乏维生素 B6， 这条生产线就会断裂，这两种关键助眠物质的合成就会断供。这时，您不仅容易在白天感到情绪低落、莫名焦虑、忧郁，到了夜晚，大脑接收不到足够的睡眠讯号，就像车子没了刹车，想停都停不下来，失眠问题也就随之找上门来。除此之外，维生素 B6 对皮肤与头发的健康也至关重要。有些朋友常出腺脂漏性、皮肤炎、鼻翼两侧泛红脱皮、皮肤前燥粗糙的情况，或是头发脱落严重、过早长出白发。如果排除了其他生活习惯因素后仍无改善，就极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B6 有关。想要补充维生素 B6， 台湾的在地食材中有非常多选择，例如我们常吃的全谷杂粮类，像是小米、燕麦、小麦胚芽；蔬菜中的菠菜、青花菜、甘蓝菜，还有台万人喜爱的香蕉，更是 B6 的优质来源。建议选择带点黑斑的熟香蕉。在动物性食材方面，鸡肉、鱼肉，特别是蒸鱼、秋刀鱼、鸡蛋、动物肝脏以及豆腐、豆浆等黄豆制品，都是获取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第三位登场的是维生素 B12， 它是神经系统的防护盾与讯号校准员，也是造血过程中的核心工程师。我们的神经系统由无数根精密的神经纤维组成，就像是一条条复杂的电缆，在每根健康的神经纤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类似电线绝缘皮的物质，医学上称为髓鞘。这层髓鞘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既能保护神经纤维免受外界毒素与自由基的损伤，又能确保神经讯号能够快速、准确、不漏电地传递到身体各个部位。而维生素 B12 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就是维护这层髓鞘的完整性与健康状态。一旦身体缺乏维生素 B12 这层宝，护膜就会逐渐受损变薄，就像电线的绝缘皮老化破损一样，神经讯号的传递就会出现漏电、延迟甚至短路的问题。这时候，我们身体最直观的感受可能是手脚末端莫名的发麻、刺痛、
平衡感偏差，反应速度偏慢，而更严重的是，大脑中枢神经的稳定性会受到极大影响，容易出现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出现记忆断片的情况。到了晚上，由于神经系统的不稳定，大脑始终处于异常活跃或干扰状态，进而引发顽固型的失眠。不仅如此，维生素 B12 也是造血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人员，它能促进骨髓中红血球的成熟与发育。若维生素 B12 不足，红血球就无法正常发育成熟，会变成体积巨大但血氧功能低下的巨幼红血球，引发恶性贫血。这种贫血会让人感到极度疲劳，即使只是简单的散步或爬一层楼梯，也会出现心慌、气短、头晕的症状，而身体的不适感又会进一步干扰睡眠品质，让人痛不欲生。因此，大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以及长期坚持全素食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维生素 B12 的补充。为什么特别点名这两类人呢？首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在因子会减少，而这是吸收 B12 所必须的媒介，所以很多长辈即使吃得够，也吸收不进去。其次，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植物性食物几乎不含。B12 紫菜、海藻类中的 B12 生物利用率较低，所以对于一般大众，牛肉、猪肉、鸡蛋、牛奶、起司以及台湾盛产的文蛤、牡蛎、虾仁等海鲜都是理想的选择。对于严格素食者，建议可以摄取添加了 B12 的营养酵母，或者在医师建议下适量补充 B12 的保健食品。听到这里荧幕前的您可能会疑惑地问，医师，我平常吃饭也挺注意的，顿顿有蔬菜有肉，饮食也算均衡，怎么还会缺这些维生素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切中了现代人营养问题的要害。其实，在我们看似规律丰富的日常生活中，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营养小偷。这些细节就像一个个隐形的漏斗，悄无声息地让珍贵的维生素从我们身边溜走。导致维生素流失主要有3大关键因素。第一大因素，不当的储存与烹饪方式，让维生素未入腹先流失。大家要记住 ，B 群维生素是非常娇气的，它们属于水溶性维生素，有3大天敌：光、热、水。它们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稍有不当处理，含量就会大幅下降。先说储存，很多人买了蔬果后习惯直接堆在阳台或厨房台面，让阳光长、时间照射，紫外线会加速 B2、B6 等维生素的分解。还有人喜欢一次去大卖，常囤很多菜放进冰箱，虽然低温能延缓片质，但维生素仍会随着时间慢慢氧化流失，尤其是深绿色叶菜，存放超过3天。B 群维生素含量可能只剩下最初的1/3，再看烹调习惯，这更是重灾区。不少婆婆妈妈淘米时习惯反复用力搓洗好几片，直到水片清澈为止。其实米外层的米糠和糊粉层里藏着大量珍贵的 B 群维生素，反复搓洗就像把营养全搓进了下水道。还有切菜习惯，很多人喜欢先把菜切得碎碎的，再泡水洗，这会让水溶性的 B 群维生素大量溶解，在水里流失。最关键的还是高温爆炒、长时间、高温炖煮，对 B 群维生素简直是灭顶之灾。高温会破坏其化学结构，所以建议大家蔬菜尽量现买现吃，缩短储存时间。淘米时轻轻拨动，快速冲洗1-2次即可，保留洗米水略带浑浊的营养。烹调时多采用蒸、煮、
微波或急火快炒的方式，避免长时间熬煮，并且尽量先洗后切，减少营养流失的切面。第二大因素，过于精细的饮食习惯，让维生素被加工掉了。随着生活水准提高，白米饭、白吐司、精致糕点成了我们的主食标配，但很少人知道，谷物中90%以上的 B 群维生素其实是栖息在谷物的骨皮和胚芽之中。现代精致谷物味了，口感细腻，外观洁白，去掉了这些粗糙的精华，也就等于带走了绝大部分的 B 群维生素。长期只吃精致主食，就像主动放弃了获取 B 群维生素最主要、最廉价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吃的粗却很少有 B 群缺乏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提倡粗细搭配。早餐可以吃燕麦粥或全麦面包，午餐将白饭换成糙米饭、五谷饭或添加红藜麦，晚餐蒸个地瓜、南瓜当主食，既能补充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又能摄取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第三大因素，身体吸收障碍于药物、嗜好品的影响。如果患有慢性胃炎、肠道疾病，或随着年龄增长导致消化液分泌减少，即使吃进足够的维生素，身体也无法有效吸收。此外，现代人常见的药物使用也会产生干扰，例如长期服用某些抗生素、避孕药，以及糖尿病常用的2甲双胍 metformin， 或治疗胃酸逆流的制酸剂。胃药都会干扰维生素 B 群，特别是 B12 的吸收或加速其排出。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我们台湾人特有的饮食嗜好，含糖饮料与酒精。大量的糖分代谢需要消耗体内的 B 群维生素，特别是 B1， 而酒精的代谢更是会大量消耗肝脏中的 B 群存量，同时破坏肠道吸收功能。如果您爱喝酒、爱喝手摇饮，又长期熬夜，那么您缺乏 B 群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您有上述这些情况，同时又有失眠困扰，建议及时咨询医师或专业营养师，评估是否需要额外补充。当然了，改善失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单靠吃有时候还不够。除了营养补充，我再给大家分享3个完全不花钱，但经过科学验证非常有效的生活小妙招，希望能帮助大家全方位找回好睡眠。第一招，睡前1小时坚决进行数位排毒，放下手机、平板、电脑荧幕发出的蓝光，是现代社会偷走睡意的最大隐形小偷。蓝光的光波长与白天的阳光相似，它会直接穿透视网膜误导大脑中的松果体，让大脑误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因此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当褪黑激素被抑制，您的生理时钟就会延后，自然就没有睡意。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睡前1小时，把手机、充电器放在客厅或离床远一点的地方，强迫自己与网路断开连接。这段时间，您可以选择读一本枯燥的纸本书，整理一下明天的衣物，哪怕只是坐在沙发上发呆冥想，都比刷手机更能帮您的大脑从兴奋模式切换到睡眠模式。第二招，睡前听听白噪音或舒缓音乐为大脑做一场放松 SPA。 放下手机后，如果觉得家里太安静，反而会胡思乱想，不妨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像是潺潺的流水声、林间的鸟叫声、下雨的声音，或者是舒缓的古典钢琴曲，频率在60 BPM 左右的音乐最佳。这些声音被称为白噪音或粉红噪音，它们能帮助掩盖环境中突发的噪音，同时给大脑一种安全感，帮助脑波从高频的贝塔波轻型紧张降到低频的阿尔法波放松。白天的思绪纷飞，很难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而舒缓的音乐就像是温柔的减速带，
能帮大脑慢慢踩刹车，让紧绷的神经一根根松弛下来，睡意自然，会悄悄找上门来。第3招，坚持温水泡脚，用老祖宗的方法引火下行。这招是中医养生智慧与现代医学的完美结合。白天我们思考忙碌，用脑过度，气血都集中在头部，导致头昏脑胀，双脚冰冷，这就是所谓的上实下虚。晚上睡前用温热水，水温约40摄氏度负42摄氏度，不宜过烫，泡脚15到20分钟，水位最好能泡到小腿肚。热力的作用能让下肢血管扩张，引导滞留在头部的气血向下流动，减轻头部的充血与压力，人也会迅速平静下来。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泡脚能升高体核温度。当泡完脚，体温微微下降的过程，正是诱发睡意的最佳时机。泡脚时，还可以根据个人体质，加几片老姜去寒，或滴几滴薰衣草精油安神助眠，效果会更好。最后，在结束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迷思，那就是把熬夜和失眠混为一谈。很多朋友来问诊时说自己失眠，细问之下才发现他是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追剧，直到2、3点才睡。这不叫失眠，这叫睡眠剥夺，或俗称的熬夜。熬夜是主动选择不睡，明明身体累了，却为了娱乐舍不得睡。这需要的是自律和习惯的调整，设定一个严格的关机时间。而真正的失眠则是被动睡不着，即使给了你充分的睡眠时间和环境，你想睡却大脑清醒，或者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早醒。这背后往往藏着心理压力、神经系统营养缺乏或疾病因素，需要针对性的介入与调理。如果是习惯性熬夜，请务必调整作息，不要透支未来的健康。如果是真正的失眠，除了调整生活习惯，更要关注我们今天提到的营养补充。如果失眠状况严重且持续超过1个月，严重影响到白天的工作与生活，请务必寻求专业医师或身心科医师的协助，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盲目去药局购买大剂量的补充剂，毕竟药食同源。天然的食补永远是我们身体最喜欢、最安全的第一选择。希望今天的深度分享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每一位睡不好的朋友。优质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养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吃饭时多一份心思，注意营养搭配，生活中多养成一个好习惯，慢慢的您会发现那久违的深沉睡眠终将回到您的夜晚。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或帮助，请别忘了将这份健康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许您的一个小动作就能帮助他们摆脱长夜漫漫的痛苦。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方法养生，健健康康优雅的慢慢变老。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祝福大家今晚都能拥有一夜好眠。我们下个影片再见。